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部落客贵妇奶奶甲伊的男朋友，以及伊男朋友的爸母涉嫌诈欺领钱10亿，逃走到加拿大。互台北地检署发布着通缉，逃亡6年了后，男朋友的爸爸是一个真出名的医生，叫做黄立雄，主动甲调查局来联络，讲因互乌道约要讨销，约到加拿大去，愿意返来台湾接受调查。目前，黄立雄翁仔某已经互加拿大移民官扣手铐。押去伫无人机顶，明仔早起一透早就会到台湾，由调查局来接手。一直到出国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。逃亡加拿大6年，互周刊翕到的 blogger 贵妇奶奶做山工过日，看起来无好过。男朋友的爸母因为无摕到合法的居留，主动向调查局求援，不过其实还有其他的原因。天道明美英会带头王鑫，互珠宝特勤队提武器介护。美英会伫咧美加地区的势力真大，国际警察拢知影。贵妇奶奶男朋友的这款人当初发出跨海通缉令，找到美英会，还有美国4大花的帮派之一的花青帮，捌伫咧餐厅开枪，造成5个死，11个伤。互美国刑警认定是南加州地区上大上粗残的亚洲流氓，敢若嘛加入追捕贵妇奶奶家的人。贵妇奶奶男朋友的老爸是富山区的名医，翁仔某要求政治保护互拒绝，敢若阁互流氓一直骚扰，不得已才来主动联络调查局，愿意返来接受调查。目前2个人互加拿大的移民官遣返，按算伫咧明仔早起为托人托到台湾，后续调查局会派人直接送北检归案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